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准副总统赖清德做阿公咯。国民党台南市党部的主委谢龙介特别订一粒鸡卵糕，面顶附一张过去网友甲因两个人变笑的相片，搁来写讲一生只祝福你一人。谢龙介讲，添金孙这是人生的快乐事，身为好朋友，当然爱甲祝福。 鸡卵糕顶面有准副总统赖清德、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合照。原来这是谢龙介要送给赖清德鸡卵糕，恭喜伊升格做阿公。我们都是他的好朋友，我们都祝福他做阿公呢心情快乐。所以送蛋糕是一个心意的表现。 鸡卵糕顶面除了相片，也有一生只祝福你一个人几个字，其实就是引用这张过去网友哭诉两个人一生只监督你一个招牌相片，讲到因两个人。赖清德也担任台南市长的巡第议会，甲议员谢龙介专程的台语战，加做全国关注的焦点。赖清德要接行政院长职务的时阵，谢龙介也佮讲爱等。咱期待呢，伊会当动到必雕进入立法院的时阵。日前赖清德欢喜抱金孙，谢龙介就以好朋友的身份，订一鸡卵糕来祝贺。不过赖清德低调，拒绝各界好礼。这个鸡卵糕最后伫议会和大家分享。 台南市长为地盘献心。好事本来有个迎接新生命的诞生，它本来就没有分蓝绿的，不分朝野，大家都很开心。现场谢龙介嘛笑笑讲，下回黄伟德若做阿公，伊嘛会送一个鸡卵糕。